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21章。大卫在位的时有饥荒，连续3年。大卫请问上主，上主讲，是因为扫罗甲伊的家杀死基遍人，留因会毁。王就召基遍人来，对因讲话。基遍人本来毋是以色列人，是阿摩利人留落来的。以色列人捌对因咒詛，无要杀因。毋过，扫罗因为对以色列人甲犹大人的热心，热切甲计谋，要甲因消灭。大卫甲基遍人讲：我着为恁做甚物？我着安怎甲恁补偿？通互恁祝福上主的子民。基遍人讲：阮甲扫罗以及伊的家的代志，毋是用金银会当解决，嘛毋通因为阮的缘故害死任何一个以色列人。伊讲：恁讲安怎，我就安怎做。因对王讲：扫罗计谋要甲阮消灭，害阮伫全以色列境内无徛起的所在。请将伊7个查甫的子孙交互阮，阮要伫上主的面前，甲因吊伫基比亚，就是上主选立做王的扫罗的家乡。王讲：我会将因交互恁。大卫王因为捌甲扫罗的囝约拿单记上主的名咒詛，所以毋甘将约拿单的囝米非波设交互因。王就将爱亚的查某囝利斯巴，甲扫罗生的2个囝阿摩尼甲米非波设，以及扫罗的查某囝米拉甲米荷拉人巴西来的囝阿德列生的5个囝，拢交互基遍人。基遍人就伫上主的面前，甲因吊伫山顶。这7个人拢做伙死。迄时拄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。爱亚的查某囝利斯巴摕粗麻布，伫石盘顶为家己搭棚仔住伫遐。对开始收割到落秋雨还着新丝的期间，伊日时毋准飞鸟，暝时毋准走兽，吸着遐个新丝。有人将爱亚的查某囝扫罗的妃利斯巴所做的事，甲大卫讲。大卫就去基列的雅比人遐，将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的骨骸摕来。非利士人伫基利坡杀死扫罗的时，将扫罗甲约拿单吊死伫伯善的广场。基列的雅比人对遐偷摕因的身尸。大卫对遐带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的骨骸倒来，搁收拾迄7个受吊死的人的骨骸。人就将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的骨骸埋葬伫便雅悯地区的西拉。扫罗的老爸基士会亡，因照王的命令做了后，上帝有听因为全国的祈祷。非利士人搁甲以色列人交战，大卫甲伊的军兵做伙落去攻打非利士人。大卫就真野战。有一个大汉族的人叫做以实比录，伊的枪下头用铜做，重3公斤半，搁背身的刀要杀大卫。塞罗亚的囝阿比斯保护大卫，拍死迄个非利士人。后来替大卫的人对伊咒詛讲：对今仔日起，你毋通搁甲阮出战，才免以色列会顶火气。
后来，以色列人伫戈壁甲非利士人交战，迄时有何沙人西比该杀死一个大汉族的人，名叫做撒弗。因搁伫戈壁甲非利士人交战，比利兄人埃尼的囝以利合兰杀死加德人哥利亚。伊的枪柄亲像一部机的车身遐粗。因搁伫加德交战，伫遐有一个大汉人，两只手各有6支指头仔，两只骹嘛各有6支骹指头仔，共有24支。伊嘛是大汉族的后代。这人对以色列的军队唱声的时，大比的兄哥是米亚的囝约拿单，甲伊杀死。这4个人是加德大汉族的后代，因拢互大比甲伊的军兵杀死。